耶和华是应该学乐的，因为伊伫坚固的城对我施出伊奇妙的慈爱。论到我捌着急讲，对你的目睭前，我受过当。总是我救叫你的时，你犹原听我恳求的声。耶和华圣的百姓，恁拢着听伊。耶和华保守诚实的人，当报应行骄傲的人。既然仰望耶和华的人，恁着壮胆，恁的心着坚固。咱即时要三到吟诗圣诗第1首，无行歹人的道路，咱请起立来吟。请坐，咱即时仰头来祈祷。亲爱的阿爸爸上帝啊，阮将望阮的囝儿伫新的年头第1个主日来到圣殿，用欢喜感恩的心来敬拜你。主啊，你是阮人类的源头，也是历史的主宰。春夏秋冬照季节伫咧行，2014年一目领久，安尼就过去。回顾这一年久的。阮有拄着欢喜的事，嘛有拄着恶担当的代志。阮当中有人辛苦悲痛，甚至亲人死失的。阮当中嘛有欢喜的事，新的生命的诞生。无论阮是拄着顺境，也是逆境，主啊，阮拢感谢你，伊拢时时扶持带领阮经过这一年久的日子。当阮回顾这一年久，阮有做好应该去做的好，无去做；无应该做的歹，偏偏去行；无尽忠主你所交托的圣工，无好好遵守主的诫命，听厝边亲像听家己，去传扬主的福音，浪费上帝你互阮宝贵的时间。主啊，求你来赦免阮。主上帝，你的话语应阮安尼讲，阮也认阮的罪。上帝，你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你就要赦免阮的罪，洗除阮拢总的不义，互阮会当坦然无惊，搁一遍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互阮伫2015年的起头定心来立志。阮要来勤读圣经，爱祈祷，常常亲近主你。阮即时嘛要为阮所敬听的林牧师来祈祷，求你的圣神充满伊，互伊传讲上帝你的话语的时，带来安慰、医治、透放的快乐，互阮信主久久的兄弟姊妹，当阮来这个所在领受上帝的话神，阮们定心得到快乐。第一次来到教会新朋友，伊就欢喜拍开伊的心门，迎子耶稣成做伊的救主。主啊，阮来祈祷也是无够呀。阮即时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安尼祈祷。我你的名是你的公义，你的旨意常伫地亲像天。阮的心让我下面我的国父，亲像我下面国我的人，为你传阮的事，就因为传你的话语，因为国欢迎健康拢是基础。咱即时要来启应文23篇，
记载伫圣诗后面第35页，我来刻将会友来念。恁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。愿以色列讲，愿阿伦的家讲，愿敬耶和华的敬畏耶和华的人讲。我伫危急的中间求救耶和华。耶和华甲我三角地咧，我就无惊。就甲我开义的门，这是耶和华的门。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应我。师傅所起杀的石，已经成做刺壳头的石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。耶和华但求你拯救，奉耶和华的名来的，应该得到福气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感谢你。你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咧。咱即时要搁三甲来吟诗圣诗338首，咱起立来吟，愿我会哪听你，我主基督。我
愿起来，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是全能的创造者你的主宰，我信是所有的上帝的信仰，咱的子孙以对现实打开对着神的妈呀，本本的都时刻练习的细爱中的领悟，第三点对象中的话，今天他是全能的上帝话语，伊的我信是，我信公共的教会，信徒的上课，做下面肉体的话，永远的画面，阿门。请坐。咱即时要三甲来领受上帝话。上帝话记载伫诗篇第3篇第1到第8节。我要用台语汉语本来读。耶和华，我的对敌遮尔啊多人起来攻击我，多人议论我讲，你无通得到上帝的拯救。总是耶和华，你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阳光，佫是互我的头也悬的。我用我的声求叫耶和华，伊对伊的圣山应我。我倒咧，我困，我精神，因为耶和华拢保护我。虽然千万人起来围垒攻击我，我也无惊。耶和华，求你起来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拯救我，因为你献我一切对敌的喙皮，拍治歹人的喙齿，拯救属地耶和华。愿你赐福你的百姓。咱今仔所敬听的林牧师要甲咱传讲的信息是一场冒险的旅程。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上帝的话，愿上帝祝听伊的话，佮照安尼去行的人。各位兄弟平安！伫新年的第一个主日，咱搁一摆来到上帝的殿宇，来欢喜，来得条，来学乐，来得到生命的快乐甲智慧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做伙用听，是一场冒险的旅程来分享。
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目呢？是因为咱今年开始要用半年的时间，6个月哦，要用6个月的时间，伫全教会读经进度内底来读诗篇。这是咱3年一轮教会读经的进度的第3年。但是咱会发现一项事，就是对基督徒来讲，诗篇是上容易的、上好读的，新入来的会友拢会当读。但是诗篇我是上歹读的一关。诗篇有上强烈、上真实、诚心的信仰情感，互咱看见一个信仰者真实的血肉。但是诗篇也是上歹对教义的角度来找求真理教示的根基甲瓦壳的。安尼怎样咱会当对诗篇来得到？毋是干那情感，尔，也顾伫遐得到真理的晓悟。首先，咱来转来到诗篇的本质。诗篇的本质就是诗啦，诗歌啦。所以诗篇毋是干那用读的，诗篇真实爱用唱的、用吟的。所以加尔文安尼讲圣乐队诗班爱会晓唱诗篇，这是因唱诗来用的基础。第二，咱会发现诗篇内底上重要、上主要的著作者就是大卫王。所以读诗篇常常爱甲撒母耳上下卷来做对照，因为头壳讲撒母耳上下卷是一个外在的历史，讲到大卫怎样为一个各样的少年人伫到做王，甚至后来受到背叛，到伊死的整个长长一生的过程。然后咱看诗篇，就是伊内心的历史。咱看伊面对遮尔济人生的浮浮沉沉，伊的心情怎样？伊甲上帝的互动怎样？所以撒母耳上下卷甲诗篇就诚做一个历史，一个人的生命经历的两个面，一个为外口来看，一个为内底来看。第三，咱会发现诗篇伫希伯来文的这个册名是叫做俄勒的诗、赞美诗集。但是咱会发现一项事，咱会发现伫诗篇内底有咒诅的诗。有一位同工就安尼讲，伊伫吼即个基督会内底所本的迄几首拄啊是拢是咒诅的诗。伊讲伊实在毋知要哪分享。有当时讲人的头，有当时讲人的骹，有当时讲规身躯讲甲喙，这是要哪做分享？咱内底发现有咒诅的诗。甚至诗篇内底有足济绝大多数的哀歌，哀歌毋是干那伫耶利米哀歌尔，哀歌也伫诗篇内底常常看见。人看见，包括大王内底大声呼求讲：主啊，主啊，你哪会无要救我？苦难亲像大水甲我淹没，我强要袂喘气啊！主啊，你哪会无救我？你哪会静静无声？这就是哀歌。所以咱伫诗篇内底，毋是干那看到欢喜、平安、得胜。咱伫诗篇内底看见失败、绝望、受苦、看无到尽头的等待。咱伫诗篇内底看见迄个真实、无虚假的人生的状况。咱伫诗篇内底看见一位信仰者怎样伫现实的生活内底浮浮沉沉，迄个上心酸的折磨甲艰苦。诗篇上重要的著作者是大卫，所以咱常常爱为大卫的角度用无共款，人讲 perspective 眼光来看诗篇。咱也为大卫的名来去看诗篇。大卫这个名足特别。大卫这个名就是一生追求听的人，大卫这个名就是上帝所喜爱的人，大卫这个名就是 beloved one， 大卫这个名就是甲上帝放踮心上，也互上帝放踮心底的人。但是现实的生活内底咧，大卫是亚瑟第8个囝。亚瑟我常常分享讲，伊无别项下人，熬生囝，佮熬生后生尔。
伊后生会当生到第7个、第8个，怎互伊袂记哩？人讲咱吼常常在怨叹教会内底兄弟伤少，叫做量少质差。但是人生囝叫做量多质精，伊个囝大汉缘投数量有够济，佫会当文的武的，逐项拢会晓，可以上战场，逐项拢会晓。囝生到一个程度，代表红袂记哩，代表是第8个囝，是7+1加出来的囝。我牧师，你哪会才确定？因为伫撒母耳去抹油互新的王的时阵，厝里伫办宴席，大家食甲真欢喜。老爸带着小孩，7+1，爸爸甲7个囝食甲真欢喜。一个出来，第2个出来，第3个出来，一个比一个较勇、较少年、较缘投、较有才能，拢总毋是。要说讲我无别个囝啊，哈？你无别个囝，袂记哩啊？结果撒母耳讲有啊，你还佫一个，你拢讲袂记哩。放踮旷野底牧羊，伫遐顾羊。若无袂记哩，代表家己讲过，伊伫旷野顾羊的时，拄着啥物？无人管，无人记的时，拄着啥物？拄着少年的狮仔来要甲食掉。伊爱一个人去面对狮，一个人去保护伊的羊群。伊的爸爸咧，伊的兄弟咧，伫厝里欢喜快乐，甲伊完全袂记。即个家庭内底无受重视，通有也通无，嫁出来的囝，伫关心甲照顾极端欠缺的即个环境内底成长的后生，却诚做一世人较无追求听的人。对代表来讲，咱无讲伊是做一个王，所以追求权力，其实毋是。代表一生上重要的代志，就是追求听，就是追求爱情啦。代表对听这个追求，对爱情的追求是全面的。伊追求上帝的听，伊追求父母的听，伊追求顶司的听，伊追求东伴的听。迄个小小的所罗，无人要甲伊做伙，代表佫去甲弹琴甲安慰，然后互伊呢，哇，无对，后届佫来一届，想要做即款代志，一届吼都无要来过第2届啊。但是代表听伊一摆，佫一摆，互伊写无对，佫来，无对佫来，无对佫来，啊若写着，咱就无后壁，所以好险无写着。但是有些人亲像伊吹墙顶死的听，到愿意去用写几啊摆，佫无对。代表对于东伴的听到一个程度，咱有当时看伊甲约拿单的关系，拢打一个问号，实在无了解因中间迄个感情是深到什么程度。代表嘛追求伊的太太查某人的听，米食就去互带去就好啊，那就去找转来。但是伊千方就是要甲想尽办法，就是要甲米食甲找转来。代表嘛追求伊的囝儿的听，若无听伊的囝儿，押沙龙杀伊的兄弟，伊就会甲处罚啦。但是伊放纵伊，到最后诚做背叛。听到极，代表嘛追求百姓的听，所以遐美意的人拢换咧，迄人换做是所罗吼，死3届我无够用，迄人换做是所罗伫代表遮个人拢要求继续伫伊的国度内底生存。听，遮个听，真实的听，就记载伫伊所写的诗歌内底，伫诗篇内底。诗篇诚做咱了解代表迄个内心世界上重要的文字记录。伫诗篇内底，代表的诗篇内底，咱看见一个人，毋是干那是国王尔，是一个勇敢去听的人，是一个因为听受伤的人。是因为听得到医治的人，咱看见代表一生就是甲上帝做伙经历，为着听来冒险的旅程，为着听愿意冒险的旅程。伫遮
伫大笔的诗篇内底，咱看见第一个听的定律，就是追求听的人必然受伤。这是第一个定律。所以咱会当甲隔壁人讲，你若听，你就受伤。这会当保证的代志。搁较清楚来讲是啥物？为什么安尼讲？是你若想要听的人，你就爱开始冒险，你就爱开始有受伤、流血准备啦。你讲无输你讲了伤夸张啦。咱来看人类的历史，第一个听的是啥物人？上帝嘛。上帝是第一位专人付出听迄位。上帝是第一位为着听来冒险、为着听来受伤的迄位，敢毋是？上帝创造世界真好，真好，但是上帝不嫌麻烦，创造迄个有自由意志的人类，这就是冒险。果然，人类决断来犯罪，回报上帝，风险真做真实。上帝也因为安尼就开始为着听来受伤的旅程。然后新学家甲你讲，哎呀，上帝专知专能啦，绝对袂受伤。你会当甲回应，因为你无看见耶稣受定的伤痕。因为听耶稣伫列撒路的迄个坟墓头前，怎样？伊流目屎哭了，为着听来哭。因为听。被上帝愿意，互伊独生的圣囝来到这个无通听、无完美、点滴拢在受苦痛的世界。因为听，耶稣请咱做朋友，为咱放下性命。耶稣安尼讲：“我请恁做朋友，无过是奴仆。这世间为朋友来放下性命，就是上大的听。因为听圣神。”伫咱的苦难内底，甲咱做伙吐气，诚做安慰甲帮赞。因为听上帝受伤，咱呢，咱听咱受伤。怎样安尼讲？当咱伫礼拜堂内底，伫牧师甲上帝头前誓约讲要一世人对一个查甫人，也是一个查某人来忠实的时阵。咱就开始进入婚姻，也进入为着听来冒险、为着听来受伤的旅程，敢毋是？咱立志要一世人三手，一世人做伙徛起。但是长长的一世人内底，足歹讲的。咱可能会遭有意外，咱可能会遭有背叛，咱可能会遭有战乱，甚至是提前的分离。有人是暂时的分别。有人是永远会分开。咱讲咱诞生爱的结晶，我常常看人若咧生囝，我拢会讲讲4个字2句话，叫做恭喜，但是保重。恭喜，因为爱的结晶，因为听进入了新的境界。保重是讲你一定受伤，敢毋是？你若袂受伤，你毋是饲家己的囝。你是去饲隔壁的小朋友，若是家己的囝，你就一定受伤。咱莫想讲玛利亚迄句话，西面对伊讲：“你的心互刀来插透。”迄是玛利亚个人特别的经历。其实所有的父母拢捌互刀来插着伊的心，敢毋是？尤其是你若即马倒咧经历迄个。地狱的6年，青少年时期的6年，你就真有可能伫遐受到真深的伤害。你讲我的囝足乖啦，一世人拢足乖，敢有可能互你受伤？咱中间有人，伊的囡仔比伊较早去到上帝遐，当你看见伊伫你的面前吐最后一口气的时阵，你敢有受伤？你敢会感觉你的心那亲像去互刀来插头同款？亲像玛利亚看到耶稣伫迄个十字架顶吐最后一口气的时阵，伊的心就互刀来插头。你若听，你就必然受伤。咱莫袂记今日经文是啥物款的经文啊？
今仔的诗篇就是大鼻王拄着伊上疼、上骄傲的迄个囝，为头毛甲脚趾头拢水，全圣经描写上水的查甫人、上水的囝、上有才调的囝，背叛伊，要追求伊的爸的命的诗篇。这是大卫在逃走的时阵的诗篇啊！伊的对敌是伊的囝，伊的囝真做伊的对敌，搁要追求伊的命。这是偌尔啊疼的代志。厝里安尼就煞，咱伫教会内底，咱带新朋友，咱带无道友，咱带同工，咱有常常感觉足无力感、足挫折，因为付出甲回报无一定真做比例。常常，迄个咱付出上济，伤咱上深，敢毋是？敢毋是？常常咱一般对待，家己活了好势好势，搁倒来服侍，真做咱意外安慰、意外成就。你讲好，人无完全嘛，一定受伤，但是咱疼上帝咧。咱疼上帝嘛，安尼受伤。有时咱因为信仰的坚持来受伤，咱受雷骂，咱受侮辱，咱受攻击，咱受冤枉。有当时到一个程度，旧的配踮咱面顶面，迄个喙烂拢还袂焦，新的喙烂就搁鼓起来。有当时，迄个旧的伤痕还袂褪去呢，新的空喙搁闭开。有当时咱会对主讲：主啊，主啊，敢有需要安尼？敢有需要安尼？有当时咱甚至为着上帝回应的恩赐来受伤，为上帝静静无声来流目屎。有当时咱会亲像大卫安尼真沉重来喊来求讲：耶和华，求你起来，求你起来，求你起来！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拯救我！但是上帝静静无声，天使嘛拢无讲话啊。大卫继续逃走啊，咱呢？咱哪亲像互上帝放杀，敢毋是？甚至到一个程度，咱亲像要灭亡共款。主啊，主啊，求你起来，求你起来！伫人事渐渐长大的过程，咱忽然发现一项事：原来伤痕是疼的印记。原来伤痕是爱情的烙印，因为安尼，耶稣过活的时阵，伊无甲伊的学生、伊的门徒讲来看我的荣耀，伊讲来看我的伤痕，来摸我的伤痕，亲手来摸。死亡的印记偌尔深，伊的疼就偌尔痛疼。咱会发现一项事，咱若也无感觉疼，咱若也袂会疼，就代表咱疼了无够深啦，无够刻骨铭心，无够生死难忘。疼到极，痛疼就伫遐；疼到极，痛疼就伫遐。但是若疼，敢若带来风险、伤害，安尼爱情就袂受到真侪人渴慕欢喜追求，敢毋是？若敢若爱情，互咱感觉足伤害，伊就当作毒蛇共款。咱看到爱情，会安那走哪飞咧？我们不会有遐侪少年人前仆后继、不知死活追求爱情。可见爱情除了伤害，疼除了伤害，也佫有别项代志。所以伫遮咱要做伙来思考疼的第二个定律，就是疼带来异地，疼要带来异地。面对这个世界，因为罪恶，因为死亡，因为苦难，因为意外，含落伫中间遐个人，上帝带来安慰，就是伊的降生，伊的受苦，
伊会受死，因为安尼比死亡搁较大的困难，搁较大的痛，就带来医治甲复原的困难。咱会当因为这个缘故，行过死荫的山沟，也无惊受害。以赛亚书53章第5节讲了上清楚，伊讲，主为着咱会过犯受害，为着咱的罪孽压伤，伊的刑罚咱得平安，伊的鞭拍咱得医治。疼为什么会带来医治的困难甲受苦中的噩梦？因为这个疼是对上帝的疼，因为疼上帝创造这个世界，万物甲人类，将家己的性命的困难甲所有人来分享。伫爱甸路园，咱莫袂记哩，迄个性命树的果子是真正通食的，因为疼上帝用家己做代价带来拯救。耶稣的十字架就是破断至圣所迄个布幔的迄个真大支的刀，因为伊十字架的刀就甲死亡、甲罪恶、甲假当拢总来取消。安尼的疼，互大卫会当真任性、真豪气来讲，伊安尼宣告讲。虽然有千千万万的百姓四围攻击我，我也毋惊，因为耶和华求你起来，我的上帝求你救我，因为你要拍碎我的对敌，你要拍因到喙，因为救恩伫耶和华，因为你束缚伫你的百姓。相对大卫，咱的祈祷小心翼翼。那亲像足惊的，互上帝生气共款检视。但是大卫咧，伊大而无畏的对上帝来讲，拍碎我的对敌。伊甚至甲上帝 complain， 埋怨讲：你互我的对敌伤济啦，双拳难敌四手。咱无袂记，大卫是杀对敌千千万万的勇士啊！伊会当甲伊的上帝 complain， 你互我的对敌伤济啊，毋是我袂当赢，是人伤济。遮尔直甲上帝讲，伊甚至会甲遮个代志讲着讲，上帝你若无互我赢，你的面子会真歹看，因为我用一世人服侍你，你减无救我嘛？伫听内底，咱看见迄个袂话假当，甚至到任性一样，迄个信心、任性、大胆。讲到伊生命中上深的真实，因为安尼的信任，安尼的疼，咱愿意让上帝进入咱的空喙，迄已经化脓，迄已经臭气，迄已经生死的肉的空喙内底，互伊来切除，互伊来添，互伊来互咱下药。这个过程医疗是多年啊疼，是疼到死的过程。但是咱愿意，因为疼所建立这个信任甲亲密，咱发现所有的失丧拢是暂时，所有的疼拢是暂时的，完全甲个话是建立伫耶稣基督所带来永远的愿望内底。因为上帝较赢死亡的疼，就带来两阶段的医治。第一个阶段是地上的医治。这个地上的医治是暂时医治，咱若做医生拢知，你若受过伤、破过病，你袂完全好。但是医治会到一个程度，互你会当继续头前的生活。你多多少少会当放下所有的困难、遐个怨恨、遐个艰苦、遐个埋怨，然后你会当继续头前的路程。你讲无输，迄逐个嘛会晓。无一定，足侪人就活袂落去，足侪人就互遮个苦难降倒去。但是上帝伫咱地上的生活，以咱到一个程度，咱当继续头前的路程。第二阶段医治是天顶的医治，伫即个医治内底，就亲像启示录所讲的，无够有目屎，无够有痛疼，无够有嗷叫。遐个拢总过去啊！
咱世俗的亲人转来到咱的身边，咱世俗的咱得到，咱的苦难过去，咱就伫上帝内底三角欢喜。更较重要的是，这款异地的听，带来超越咱个性，也是其他的原因所带来迄个限制。咱甚至会当超越这个程度，咱会当为着听迄个甲咱配喙来的人，听迄个讲咱的人，听迄个压迫人的人，甚至听到一个程度，咱为着伊灵魂的未来，伫遐关心，伫遐祈祷，伫遐愿意伊伫咱到一天拢到上帝的面头前，无因为伊压迫咱，咱就愿意伊伫地狱内底，咱愿意为着伊的灵魂来祈祷，因为听，咱会当无强迫、无强权来关心、来帮赞，因为听，咱会当柔软谦卑，跪落伫上帝头前讲，主照你的意思来行。虽然我完全无明白，我伫这个时阵我看无，但是我愿意来顺服是你，因为听，大必王选择相信，我可以的上帝肯定甲伊对着讲，来，我无惊你。就算是官大的歌利亚，就算是人真多军队，就算是有掌权的君王，因为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互我亚头亚权的。我用我的声求叫耶和华，伊就对伊的圣山应允我。我倒咧困的，我精神，伊拢保守我。因为安尼，使徒保罗会当宣告讲：是啊，你得胜的官兵伫对，你的独高伫对。感谢主，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听，阮就得胜到有存。你世间上大的伤害就是死亡，敢毋是？但是伫耶稣胜过一切听中间，咱得到医治，得到复原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保罗安尼讲，伊讲啥人会当互咱甲基督耶稣的听隔断啊？敢是患难？敢是困苦？敢是压迫？敢是妖恶吗？敢是赤身裸体吗？敢是危险吗？敢是刀剑吗？圣经所讲的，所有的信仰者，拢为着上帝，为着义，为着信仰的缘故受抬，人看因亲像受抬一样。但是靠着听咱的主，咱伫这一切事已经较赢到有存。所以保罗安尼宣告，我深知，无论是死，无论是生，无论是天使，无论是掌权，无论是有能力，无论是现在的事、未来的事、悬的假的，别咧受着物，拢袂当互我甲我的主的听三隔离。这听是对我的主耶稣基督所来，我也踮伫伊的听内面。因为安尼，使徒保罗会当脱离迄个法利赛学者的舒适圈 （comfort zone）。开始甲上帝行一个为着听冒险的旅程。透过伊的描述，咱看见这个过程其实足危险的，未知在前面，危险在前面。有可能有危险，有可能受追杀，有可能真散车，有可能行伫路中讲抢。伫某一个旅程的挖角的所在，歹人就伫遐，你拢毋知。有当时啊，你甚至啊有比心亲像保罗亲像大笔同款，你也用你的性命压伫遐，甲上帝做伙迄个旅程，敢毋是？但是不要紧，只有甲上帝三同行，就像迄句歌咧讲的，亡也步嘛敢去。经过战地，经过坟墓，经过关山，经过深海，咱拢愿意。欢喜甘愿，甲上帝三同行。因为一个旅程中间，咱会拄着两项事。上帝要爱咱试伊看卖，看伊是不是真正疼咱，为咱放杀伊家己的性命。上帝嘛要试咱，
看咱会当真正放手勇往胜可以吗？就算是看无头前的路，就算是风声亲像鬼咧吼，就算是雨大干啊像钱咧下，上深的黑暗暝内底，咱犹原唱歌无煞。伫听的痛听内底，深知咱腰骨活咧，伫目屎流满全面看无的中间，腰骨会当笑，会当欢喜，会当得到医治。互咱亲像代表咱咧讲，救恩属伫耶和华，耶和华赐福伊的百姓。最后，因为今仔日是周年式，我甲所有同工分享一段心内的话。讲这段话之前，其实爱甲门锁起来，免得你听一半就逃走。我要甲大家鼓励，你听，你服侍，你一定受伤。你若无受伤，你就抑阁无服侍到这个程度。但是，我要嘛继续甲大家鼓励，你伫听、受伤、服侍中间，你会得到医治，得到起造。然后你的性命会互上帝开阔到这个程度，亲像耶稣甲彼得讲的：当你回头的时，你要坚固你的兄弟姊妹，因为听受伤，因为听医治，因为听正做帮咱，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。因为伫起初你就为阮有备救赎的恩典，你甚至愿意用家己诚做代价来完成救赎的工作。祝福我每一摆仰望你的十字架，互每一摆伫遮做伙来纪念你的死的时阵，也互阮诚做生命的见证。互阮愿意为着你行往迄个危险来冒险的旅程。愿意为着你为听来受伤，也经历伫听内底迄个无会当取代的医治，也伫听内底继续仰望你的过来，甲完全的救赎。愿你互阮的一生诚做见证你的死的过程，来等待主的过来。安尼祈求，安尼感恩上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咱这时有三角起立来吟圣诗115首，我心仰望十字宝架，咱起立来吟。咱继续来唱
线会4 514首，咱起立来吟。当要线会求主赐福，还咱请牧师来祝祷。平平安安转去，因为恁的敬拜已经得到感纳。我奉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找见恁转去到上帝呼召恁发光做盐的所在，就是恁的家庭、学校、职场、社区、整个的台湾社会，以及上帝用百般智慧所创造这个世界，诚做上帝大疼痛的见证。佮愿咱的主耶稣基督各外大气力，圣神真理的引带，天父上帝教业有春的恩典，甲咱大家三甲一地，直到咱的主过来，甲咱三甲欢喜的日子。阿门。请坐，灭道谢恩，强受切恳。